今仔日全台湾拢真好天，有的地头的高温甚至是降到36度以上。也毋过北台湾明仔载要变天咯。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，明仔载到位，温度会落降。明仔载北部甲东北部的高温存26度，甲今仔日的温度差是差甲9度遮尔多。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翻乌阴，可能嘛来落绵绵雨。若中南部就较无感觉咯。也毋过后礼拜一国庆连假要到位的第二波的东北季风，这中南部甲花莲台东就真有感觉咯。日夜温差大，天气会反凉冷，桃园以北甲东半部落雨的几率嘛真悬。穿短裤、短袜出门，伫无啊民众也雨伞比日头，全台高温受热。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，提醒大家，今天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嘉义市，还是会连续多天还是会出现36度或更高的气温。不过，安尼好天，今日一天随东北季风落南，北部、东北部温差较明显。今日的高温有34到36度，明仔载开始降温，温差差9度。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地区、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依旧有比较大的雨势，其中在宜兰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拜五、拜六，宜兰花莲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，民众上关心的国庆连假恐惊嘛淡高高。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依旧有比较大的雨势，双十节依旧受到另一波东北季风影响。国庆日迄天，桃园以北乌阴天的几率真悬，阁有可能会落雨雪啊。加上后礼拜一有第二波东北季风，北部、东北部落雨会一直落到13号，而且中南部、金门、马祖偏雨，日夜温差真明显。民众若要出门佚佗，要是会记得加省一领雨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